后来随着台湾2026年将要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到时阵失智的人口嘛对咧增加。讲这个英国为着要来减慢着失智症患者来恶化，是推出着社会处方，也就是社会药单，就是要让失智症的患者到博物馆来看展览，透过社交甲艺术的治疗来延慢着失智。即卖这个台北市联合病院嘛甲台湾的博物馆做伙来推出着失智博物馆的药单。看诊的时阵，医生就会把药单开予患者，患者就会当摕这个药单到博物馆去换门票。真侪时代目睭伯甲紧紧来看真有路的工艺展览，一个翕相，一个讨论。其实参加展览，唔但会使放松，阁会使减慢失智症的恶化。我是看到一只烟斗。那么漂亮，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在我外公那边看到了。透过这些参观，都一起去，话题也变多，然后他也侃侃而谈。75岁老阿伯44年外，不过讲到博物馆看展的经验真有精神，连太太拢感受到变化，而且4年外失智拢无恶化，拢维持伫清静。北市联谊和大博馆合作，参考英国的社会处方，伫台湾嘛推出失智博物馆处方，就像一般药啊同款，患者只要到病院看诊，医生就会开处方，其中就包括失智处方，会使到大博馆换日常的门票。失智症的长辈可以透过一些社会的参与，然后达到一些延缓退化。博物馆它看到跟他有相关联的东西，他其实就可以讲出很多他自己的故事。透过怀古的治疗，维持患者头壳的活动和表达能力，是失智症重要的非药啊治疗方法之一。唔但帮助失智患者行出厝来减慢恶化，阁会使减轻照顾者的压力。